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個人 MBA 系列第二課。如果你第一次收聽，我簡單介紹下，我哋呢個系列係以商業管理嘅思維咧，透過12本唔同嘅書籍，幫我哋搭建咧個人 MBA 系列嘅。咁如果你有留意個人 MBA 系列，我哋第一本嘅書咧就係從零到一，係幫我哋建構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就係價值同創新啦。因為無論你創業、升職做副業，最底層嘅邏輯就係，如果你冇創造到獨特價值嘅話咧，咁就冇用嘅。不過到第二課啦，我哋刻意咧就跳去講錢，唔係因為錢係最重要，而係因為如果冇金錢系統嘅話，價值根本就撐唔到。好多香港人其實唔係賺得少，而係長期處於以下嘅狀態，就係有收入、有能力，但係心裏邊永遠有一種唔安全嘅感覺。而今日第二本書《I Will Teach You to Be Rich》呢本書正正係處理呢一種嘅焦慮。佢唔係教你一夜致富，而係教你點樣建立一個系統，令到你唔需要日日諗錢，但係錢會慢慢幫你工作。核心嘅概念咧就係金錢嘅問題，本質上係系統嘅問題，唔係性格問題。第二課嘅目標好簡單，就係建立持續個人金錢嘅結構。書裏面咧有一個顛覆嘅觀念，就係大部分人以為咧有錢人係好自律，其實有錢人只係比較早建立一個系統。香港嘅文化係好推崇咧自制能力，我哋成日都會聽到要慳啲、要忍受、要控制咧慾望。不過現實係，如果你每日都用意志力去抵抗消費，其實你會長期處於一種疲勞嘅狀態。呢本書直接指出，意志力其實係一種會用完嘅資源，而好多人我哋都會發現，月頭咧會話要儲錢要儲錢，但係到月中咧就開始破戒啦，會使錢，到月尾咧就會再一次自責。呢一個咧好似無限輪迴咁樣，問題唔係你廢啊，而係你用錯方法同工具。咁所以第一點我哋要知道啦，系統係一啲預設嘅行為去解決咧呢一個疲勞嘅狀態。我哋需要一個系統幫我哋咧減少一個選擇，而唔係增加壓力。第二個觀念就係 rich life 嘅概念啦。你想要嘅生活其實需要定義噶。作者咧佢喺書裏面咧提出一個問題，就係如果你有錢，你有冇諗過要一個點樣嘅人生呢？呢個問題聽落好簡單，但係對好多香港人嚟講好陌生啊！因為我哋太多時咧習慣只係會問要儲幾多錢，要慳幾多，要忍幾多年呢？但係我哋好少會問為咗啲乜呢？喺香港我哋會諗有錢其實就係可能一年去一兩次旅行唔內疚啦，或者係可以照顧父母嘅時候唔使計到咁盡，甚至有啲人會話有錢就係辭工嘅時候唔使驚。書裏面有一個好好嘅提醒，就係首先你要定義你嘅 rich life 係點樣，然後再設計金錢嘅系統。所以 rich life 咧係個人化噶，唔係社會嘅標準。儲錢唔應該咧係目的，而係一啲手段嚟噶，去幫你達成咧你嘅目標。咁所以當我哋再一次去定義咧理財嘅技巧，金錢只係工具嚟嘅啫，唔係咧我哋最終嘅目標嚟噶。跟住本書咧就提出一個自動化嘅系統，講到咧真正嘅懶人咧先有資格長期有錢。呢一部分咧係成本書最實用啦，同埋最具行動性嘅一部分。咩叫做自動化理財呢？作者提到佢話，當你越勤力去理錢，代表你個系統越差。咁作者咧其實提出一個好反常嘅次序噶，佢建議咧，當你出咗糧之後，就要應該直接自動轉走啲錢去做投資或者儲蓄，剩翻嘅錢咧先愛嚟用。唔知呢個係咪平時我哋嘅習慣呢？平時可能咧有啲人會咁樣做噶，就將所有嘅錢咧儲蓄入一個叫做出糧戶口啦，然後咧儲蓄就係記得嘅時候咧就儲蓄啦，投資就靠心情啦，有錢就用啦。結果咧就係永遠都冇系統嘅。自動化真正嘅價值咧唔係要幫你慳多啲，而係令到你唔使再糾結啊。咁所以記住 pay yourself first。首先咧你自動化咁將一個理財咧成為一個恆常嘅習慣。當出咗糧之後，你就直接咧將啲錢轉咗去你要投資或者儲蓄，剩翻嘅錢愛嚟用。咁呢個模式咧就會令到你容易啲去處理金錢噶啦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就會講到投資啦。投資作者話，你唔投資其實風險更加高。書裏面講到投資係一個好成熟嘅定位噶。投資唔係用嚟證明你有幾聰明，而係確保未來你有選擇權。好多香港人咧對投資都有恐懼噶。主要嚟自兩個方面，一就係怕輸啦，第二就係話我根本就唔識。但係作者話長期唔投資，其實咧係將風險交俾通脹。咁其實大家都知道，將錢擺喺銀行，可能10年個數字冇乜利息，其實都追唔到通脹噶啦。
但係購買力咧就一定跌喎。咁所以投資其實係一個長期行為嚟㗎，而最大嘅風險就係乜都唔做，甚至係根本唔知做緊乜，咪擺喺度咯。呢一個就係更大嘅風險啦。於是要對抗呢個風險咧，作者提出咧要有行為嘅心理，即係話你唔需要變成另外一個人，但係你記住一個好重要嘅信息，唔使變成一個完美嘅人先至去處理金錢，而係你可以先有健康嘅財務。你可以懶，可以情緒化，可以唔中意記住啲數，但係只要有系統，系統咧係要包容人性，而唔係對抗人性。每年年底咧，可能我哋都會有個立志就話我哋年年咧都要儲錢，但係年年咧都覺得失敗，又或者咧覺得自己好冇紀律。其實咧唔係我哋個人嘅錯，係我哋用錯一啲方法，所以我哋需要設計一個環境咧，比改變性格更加重要。所以我哋可以透過唔同嘅系統性咧，我哋將賺到嘅錢，首先咧先去分配同處理，然後咧先至去使咧剩翻嘅錢。咁所以咧呢一堂咧，你最緊要帶走4樣嘢。第一，有錢係靠系統，唔係靠自律。第二，每一個人嘅 rich life 都唔同，你都需要去定義。第三，自動化其實係一個長期嘅關鍵。第四，投資係心理多過技術嘅問題，所以我哋可以透過一啲行為嘅改變。咁呢一堂咧，其實係幫你咧建立一個穩健嘅底盤，我哋先可以講之後嘅會計管理同系統化嘅經營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個人 MBA 對你有幫助，可以 subscribe、follow 或者 share 俾一個朋友，特別係嗰位成日話想創業，但係成日都話未準備好嗰個。下一集我哋將會進入一個所有創業者啦、中層管理人員或者老闆都避唔開，不過又好怕嘅主題，就係會計啦。我會用1集嘅時間幫你聽得明損益表、現金流、資產負債表呢3樣嘢到底點樣影響你嘅生死。因為唔識會計嘅老闆只係運氣好未出事。我哋下集見啦。